哎吼，萨利嘎嘎马布隆吉米亚嘎哥，我是米娅。我们今天的绘画练习要练习的是问句。现在开始练习。绘画1，金马技术，金马技术，金马技术，你是谁？几度麦嘎姑，几度麦嘎姑，几度麦嘎姑，我是读麦。绘画2，今马公安安你阿妈艺术，今马姑安安你阿妈艺术，今马公安安你阿妈艺术，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？几家照公安安你阿妈阿姑，几家照姑安安你阿妈阿姑，几家照顾安安你阿妈阿姑。我爸爸的名字是嘎照。绘画3，今马给他当绕，今马给他当绕，今马给他当绕。那个人是谁？乌伊娜阿古吉拉，乌伊娜阿古吉拉，乌伊娜阿古吉拉，她是我的妈妈。绘画4，比那多过米和扎安艺术，比那多过米和扎安艺术，比那多过米和扎安艺术，你几岁了？Mu'addab多过米和扎安阿姑，Mu'addab多过米和扎安阿姑，Mu'addab多过米和扎安阿姑，我10岁了。沙发多发路过米和扎安阿姑，沙发多发路过米和扎安阿姑，沙发多发路过米和扎安阿姑，我已经18岁了。绘画5，比那多过米和扎诺沙发艺术，比那多过米和扎安诺沙发艺术，比那多过米和扎安诺沙发艺术。6多过米和扎安诺沙发阿姑，6多过米和扎安诺沙发阿姑，6多过米和扎安诺沙发阿姑。我的妹妹6岁了。绘画6，比那古杜吉阿尼尼，比那古杜吉阿尼尼，
Pina kutuki anini。现在几点钟？法罗古杜基杜拉法，法罗古杜基杜拉法，法罗古杜基杜拉法。现在是早上8点钟。